中環有團體遊行反對外傭爭取居港權。油麻地有大廈停車場地下電纜起火。日本民主黨黨魁選舉接受提名，5個現任同埋前任民主黨嘅官員角逐參選。大家好，我係蔡雪瑩。有團體遊行反對外傭爭取居港權。半山社區事務促進會發起嘅遊行有10幾人參與，佢哋由伊利近街中環扶手電梯附近遊行至舊政府總部。佢哋早前收集到500幾個市民嘅簽名，反對外傭爭取居港權，認為如果外傭獲得居港權，會引致好多嘅社會問題，影響房屋、醫療同埋福利等等嘅社會資源分配。佢哋希望將收集到嘅簽名轉交保安局局長李少光。唔單止係醫療、教育、房屋等等各方面啦，令到香港無端端咧會多咗好多嘅支出喺嗰方面，係香港政府冇預計到，而香港每個市民都冇預計到嘅。我哋睇到好多事情咧，都係本來為咗香港大眾嘅利益着想嘅，但係因為有啲人就覺得濫用咗啲司法覆核咧，導致好多事情，無論好似港珠澳大橋啊、中環繞道啊等等啦，都導致香港付上沉重嘅代價。呢個都唔希望見到嘅。港府